台语真能等，愈讲愈能等。大家好，queen边。大家好，我是小杰。咱顶摆介绍着讲牛车来去要伫花市开始来上演啦。毋过其实咱讲到牛，看咱台湾农业社会有足大影响。其实还有一项物件影响了真大，就是地名。台湾的地名有足侪所在拢是用牛来号名。咱为台北讲起，就是讲伫个即卖双连甲大稻埕伊的中迄搭，伫个较早时阵叫做牛埔庄。到日本时代进前，即个名拢是迄个所在一个正式的地名。是。一直到二战了后咧，因为迄个时阵台湾的行政区都有一个足大的改变，所以即个所在就拆做台东区甲中山区两个所在安尼。其实讲到双连遮的即个牛埔庄吼，其实遮出一个足有名的人诶，咱之前嘛捌介绍过，叫做李林秋先生。李林秋做足侪好听歌曲的词，其实吼伊一开始出世的时阵吼，伊是伫即个所在出世，了后较去迄个大稻埕迄个所在发展。其实这嘛当然是一个例尔啦。其实台湾足侪所在拢叫做牛埔庄吼，像诶新北市的中和，搁新竹的香山，遮个地头拢有地名叫做牛埔。咱讲遮侪牛埔，其实牛埔即个所在伫较早就是讲吼放牛啊，饲牛的所在。有人饲牛就代表有人咧卖牛嘛。伫迄时阵卖牛的所在就叫做牛墟。伫咧牛墟卖牛这件代志吼，是咱所想的。你讲吼，我买只牛好，互你钱，就安尼客的，毋是安尼尔哦。其实吼，你要卖牛吼，爱经过4个考验，其中一个叫做蒙起，蒙起就是安怎，个手伸入喙齿内底安尼。牛会夹着，无，伊甲手伸入去吼，去问伊内底的喙齿，上无嘛爱8起，若有到10起吼，就代表这只牛吼真正是有够勇健啊！除了蒙起以外，其实佫有3步啦，分别是吼爱试步，爱考车，爱试犁安尼。这个考验主要是讲吼，考这只牛有体力有勇无？是。若是无通过这只牛，就爱拖去刣安尼。食牛排。做牛排。耶！Later， 咱倒来讲这个牛墟这个地名，台湾多数所在拢牛墟这个地名。譬如讲吼，云林的北角、台南的善化甲咸水这两几个所在吼，搁有像咧彰化，这几个所在吼，拢有较规模较大的牛墟。以早日本时代其实有80几户的牛墟，即马吼，这个牛墟一定拢荒废去啊。你也要知影吼，这个所在是毋是叫做牛墟吼？你来去考一下，较知影这个所在以早是毋是有牛墟伫这个所在？咱讲遮侪地名，拢是讲吼，这个所在可能有人饲牛，有人放牛，有牛在活动。即马咱要讲的所在吼，伊这个所在是因为伊的地形可能甲牛较相似，互人联想到牛的外形。譬如讲吼，伫个咱南投埔里迄个所在，就是有一条牛困山。虽然伊的汉字是念做牛名，毋过咱口语会念做牛困山，就是讲这个所在这粒山伊的形状上吼，有一只牛趴在遐在困。除了牛名吼，佫有另外一个叫做牛达，还是叫做牛小达，还是牛小达？这个后字会帮咱做吼。伊达是字无共，也毋过读做共款。牛小达为虾米会叫做牛小达？是因为伊在地迄个山形吼，看起来就像两只牛咧相达，所以咱较会甲伊号做牛小达这个地名。咱大家较知影的可能就是宜兰的台东乡这个所在吼，有一个叫做牛达的一个地名。伫个埔里，咱刚才讲着埔里这个所在，嘛有一个叫做牛小达的地名。咱讲的遮个带牛字的地名，拢是甲牛小可牵连的。是。毋过嘛有一寡地名是甲咱的动物一点仔牵连拢无哦。亲像伫个嘉庆滚游台湾这条歌内底伊就有讲吼，清水叫做牛码头。为什么叫牛码头？是因为吼，这个所在较早有带迄种平埔族，伊的族长就伊的名翻做台语，就是叫牛码头安尼。其实牛码头这个所在吼，出足侪有名的主题，譬如讲吼，咱足知影的二七聊天中，搁有伫个日本时代咧做驻地活动的牛条家、甘蔡贵如这两位先生吼，因拢是做社会运动足出名的两个人，因拢是伫一个牛码头这个所在出世的。搁有像吼，咱伫个历史课本内底看到的牛码头遗址，这拢是足出名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咱讲到这落长吼，其实台湾有足侪一款的地名，逐日咱去溪考。毋过咱常常就是会看这个地名，就用望文生义的方式来解说这个地名。毋过其实这个地名拢会反映咱台湾较早一寡的产业是地形是原住民的一寡伊的族语反映做台语的来安尼。所以这个地名咱都爱豆去溪考，才会使了解这地名背后的故事。是啦，真正足有意义的啦。对。好，这个时间继续看台语今天等，拜拜。拜拜。